案例，另外来关心台南的嘉义一个2岁查某囡仔叫做花淑珍，这个月新的测试经过小三通为厦门转来到台湾，照规定爱伫厝内隔离，结果昨昏强强联络袂到，区公所人员去因兜找伊，伊嘛无伫厝咧。经过通报了后，决定要来公布伊的名。事后调查发觉到这个查某囡仔家己大主大意上北到新竹找朋友，卫生局的人赶紧上北去找伊，甲伊重罚15万。来看拄则的访问。 晚上呢，大概就已经找到了这一位这个个案哈。那回到大概清晨的回头这个立定哈，就是有第2次的这个违规的话呢，会送这个检疫所哈。那这一位呢是只有第1次，那裁量的标准呢是1到15万因为他这个故意呢失踪哈。 经过这么多的人力，还有劳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哈，引起社会的这个混乱呢，我们也接受这个市长的指示呢，会从重量刑。以上报告。晚上呢，大概就已经找到了这一位这个个案哈。那回到大概清晨的回头这个立定哈，就是有第2次的这个。 违规的话呢，会送这个检疫所哈。那这一位呢是只有第1次，那裁量的标准呢是1到15万因为他这个故意呢失踪哈经过这么多的人力，还有劳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哈引起社会的这个混乱呢，我们也接受这个市长的指示呢，会从重量刑。以上报告。